泰國球賽遇雷暴恐怖一幕，24歲球員遭閃電劈中身亡。喺今個禮拜二，泰國南部圖公府嘅歌樂足總杯準決賽期間，發生咗一宗駭人嘅致命事故。當時賽事已經進入補時階段，現場落緊大雨，並有強風雷暴，但比賽依然繼續。點知一道閃電突然直劈球場，地面即時冒出火光同煙霧。24歲球員沙夫曼隨即應聲倒地，全場慌忙走避。眾人隨後衝入場內救援，有人擔住遮幫手進行心肺復甦急救，可惜沙夫曼重傷，送院後不治。據當地電視台報道，事發地點喺素艾哥樂縣嘅和平體育場。不幸罹難嘅沙夫曼係前鋒球員，上個賽季先幫前東家北大年足球會上陣，18場射入7球，成功升班。喺7月29號先正式轉會加盟泰丙聯賽嘅也拉足球會，點知簽約唔夠1個星期就遭遇橫禍，事故中造成12人受傷，包括一名22歲馬來西亞球員阿里夫。傷者主要出現燒傷症狀。也拉足球會同泰國足總事後紛紛發文致哀，大批球迷亦留言悼念呢位啱啱展開足球事業新一頁嘅年輕人。今次事故亦引發外界強烈質疑，點解喺狂風暴雨兼有雷暴嘅情況下，主辦方仲唔腰斬賽事？其實喺戶外進行體育活動，只要聽到雷聲或者見到閃電，就應該第一時間暫停比賽。生命得一次，千祈唔好抱住僥倖心理，否則後果真係不堪設想。Tagline 繼續同你 tag 進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-0617。